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六福客站5月底要暂停营业，开始来途经。因为这个铁道、这个土地是牵涉到真大利益，警方接到情报，讲咱国内大小小帮派拢想要插一卡要来分好康的。另外，这个六福集团的创办人36年前为泰国请回来的四面佛，这个香火真旺。帮派为了要抢地盘，已经战军也介入，所以这个四面佛刷落来要安防的地点，帮派嘛正咧注意。 30年前，六福集团的创办人为泰国请回台湾头一座四面佛，安放伫六福客栈的后壁，香客受够济，火一盘100，一摆若买4盘，一天若1000人来算，一个月落来至少有1200万，一年就超过1亿4000万，这个旁边乌都冇偏到。 为了抢地盘，冤家相拍开枪，不时就发生乌队势力真复杂。香客上济中村路四面佛，德联帮是长期伫遮，2条街外口的饮酒街，听讲有四坎帮的势力，佮过一条街林森北路四面佛，就捌路人放火。保护费、鲜花、素果、香火，基本收入无人要放。即马了客栈要途经帮大土方利益。 乌帮更加无可能放，像讲乌地基的土方要倒的废土，依照品质来分，每方的计数差不多是300到800不等，利润就超过1亿。虽然六福集团无听讲有乌帮搅扰，嘛无要求警方斗相共维持低调，不过帮派分子有可能因为安尼爆发冲突，警方正全面的监控。